迄时有经学士甲法利赛人几若人应伊讲：先生啊，阮爱对你看一个新约。若是伊应讲，恶毒奸淫的世代求新约，除先知约拿的新约以外，无要新约互因，因为亲像约拿3日3暝伫大鱼的腹肚内，恁主也要安尼3日3暝伫地内。年年为人当审判的时，要甲这世代的人三角起来，煞因的罪，因为因对约拿所传来反悔，何况伫遮阁有比约拿较大个南方的女王当审判的时，要甲这世代的人三角起来，煞因的罪，因为因对地的极头来，要听所罗门知识的话，何况伫遮阁有比所罗门较大个邪神已经离开人，经过无水的地，求安息，也无得着，就讲我要倒去所出来的厝，到遐就看见空空摒扫修整，就去，搁带7个神比家己较歹的入去徛起，迄个人落尾的境况比起头会较惨。这个歹的世代也要亲像安尼。请陈美玲牧师讲道，题目是邪恶世代中的信仰群体。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因为咱信耶稣所发生的迫害，听起来敢若是伫初代教会才会发生的代志。但是根据世界性的机构“敞开的门”甲基督教人权的组织的统计，现属是平均每5分钟，全世界就有一位基督徒因为信仰来丧失性命。所以，当咱坐伫遮1点钟的时间做礼拜时，全世界有差不多12位的基督徒互人杀死。每一天有12个基督徒互掠，另外嘛有5个互绑票。每一天嘛有12个教堂也是基督徒的建筑物受到攻击。规个世界差不多有233个国家，将近80亿的人口，其中竟然有105个国家。有2亿的基督徒伫现主时接受迫害，有3亿外的基督徒生活伫迫害非常严重的地区。将这个数字加起来，有一个真惊人的发现，就是对20世纪到21世纪，全世界殉道的基督徒人数已经超过过去19个世纪加起来的数额。人类的科技文明遐尔发达。但是，所以安尼的数字会互咱感觉咱无啥敢相信，所以这感觉离咱敢若有一点仔远。毋过，伫几礼拜前，伫美国南加州所发生的台湾人教会的枪击案，敢会互你感觉有缩小即个距离啊？我会将伫美国发生的即个事件定义是信仰的迫害。是因为即个凶手无去找政治性的组织去报复，反倒是找一寡年长、无反抗气力的基督徒来下手。若无一寡人的牺牲甲勇气，可能死伤的人数会比咱伫新闻内面看的搁较侪。但是兄弟姊妹，这拢毋是新闻，爱提醒大家，咱拢无想讲这是偶然发生的这个事件。因为耶稣有讲，当末日瓦群的时，就是安尼。要有侪人伫我的名来讲，我是基督，来威胁侪人。恁要听见高战甲高战的风声，谨慎无得惊，因为遮的确有，总是末期还袂到。迄时人要交付恁伫患难，杀死恁，恁因为我的名要互万邦万分。也迄时，侪人要受杀害、3解送、3万分，阁有侪假先知要起来威胁侪人，因为不法大惊天，侪人会听渐渐冷淡，真恐怖，敢毋是？但是当末日瓦群的时，这个代志一定会发生。其实，咱看圣经的历史，咱就知影讲压迫
恐吓，对有教会开始就不断地发生。毋过基督徒拢无受害吓惊，教会嘛无消失，反倒上帝教会继续存在，甚至伫人所想袂到的所在，亲像非洲、亲像中国，伫遐蓬勃发展，并且嘛有人统计，对2000年到2022年这之间，咱拢想讲科技发达，所以人的心一定是真拒绝即个宗教。毋过基督徒较有1.27%的增长，比这无神论只有0.18%的增长佫较侪。所以咱看见上帝伫逐世代中间伫看顾伊的教会，这就互咱想到讲，伫以赛亚书43章19、20有讲：看啊，我要做一项新的事，敢要发现恁囝毋知吗？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各位兄弟姊妹，咱敢有伫安尼黑暗的世代，看见上帝伫咱即个世代所做的新的代志咧？所以对末日的来临，咱毋免惊吓，因为上帝甲咱同在，上帝要做新的代志。咱会当做的就是保持警醒，过一个敬畏上帝的生活。所以这嘛是规个新约，无论是耶稣的4本所讲的这4本的福音册，介绍耶稣的4本福音册，保罗的批信，也是这新约的作者因所写的物件，拢伫提醒咱基督徒，咱生活伫即个地面，咱组成安尼一个教会，就要延续耶稣伫世界的人物，咱来照耶稣的款式过生活。虽然咱嘛会受到甲耶稣同款的态度，就是互人放杀、互人排斥，但是咱毋免用武器，咱毋免用暴力，安尼咱是要安怎来对抗即个世界咧？有一个学者叫做凯尔德，伊讲：世事上帝永远歹的手，歹的手就是魔鬼，互永远歹的手甲属上帝的百姓争战。并且即个歹的手来杀赢这百姓的时，上帝的囝儿爱安怎样较好咧？即个人讲，因爱永远家己亲像耶稣共款，互战赢，安尼才会当亲像主耶稣共款来得到即个毋是属伫即个世界的胜利。教会袂当来反抗，咱爱忍受对魔鬼来的攻击。因为只有安尼，魔鬼才会灭亡。伊佫接续讲，邪恶是一种碰风的物件，亲像一只野兽有侪侪头，咱甲斩断一个头，佫会生出另外一个头。当一个人冒犯另外一个人的时，人可能会怨愤，想要找第三个人来出气。但是无论安怎，本来亲像敢若一个歹，但是即马生做两个歹。即个歹的循环就安尼来发生，亲像传染病共款。但是只有受害人无记冤仇，才会当控制即个歹流传落去，才会当永远来遏制即个问题。所以讲，上大的苦难会是上大的胜利。兄弟姊妹，当咱无互怨恨赢过，当咱往即个世间显明伫咱内面的迄个疼的溃烂。看起来虽然咱是伫忍受苦难，但是就是伫往即个邪恶的世界讲，主已经得胜啊！所以今仔日咱做伙透过即段经文来看教会要安怎伫即个世代来徛在、徛稳，聚焦伫上帝，毋是一直去看即个艰难的环境。但是搁一摆提醒，教会毋是一个组织，教会嘛毋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一群愿意跟底耶稣基督的学生。这段经文一开始是几啊个文士法利赛人来找耶稣讲：先生啊，阮爱对你看一个新样。我看起来因好亲像非常刻薄耶稣的所做，想要看耶稣佫行新样，但是实际上敢毋是安尼咧？这段经文的头前是耶稣有行的一段的新样。
就是耶稣将一个互鬼附身、耳孔无法度听、无法度讲话的人医好势啊。所以当时足侪人在场，但是文士、法利赛人因的反应，较甲其他的人无共款。大部分的人拢感觉真戆影，因为即个因所看的耶稣，因所认捌的耶稣，就是一个普通人嘛，是因自细汉看到大汉的人嘛。但是竟然伊会当医病赶鬼咧！但是圣经甲咱讲，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伫当时阁非常生气，因伫遐控诉耶稣是伫靠着鬼王伫遐来赶鬼。所以接续落来，这法利赛人就搁一届请耶稣来显神迹。因毋是想要看搁较侪的神迹，因真正的原因是当因甲耶稣伫遐对峙的时。耶稣自称是人子，人子这个名词伫旧约、新约拢有，但是用法无共款，所以咱袂当有共款的理解。但是伫新约4本福音册内面的人子，拢是耶稣的自称。一般的学者认为，新约人子的概念，甲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非常有关系。但是安尼，耶稣哪无爱自称是弥赛亚咧？伊若自称弥赛亚，犹太人是毋是会当较理解伊咧？耶稣伊要跳脱犹太人原本有的迄种概念。犹太人认为，因所期待的弥赛亚是会当来带因脱离地面政权的捆绑，所以犹太人弥赛亚概念是一种政治的概念。但是耶稣即个弥赛亚较毋是安尼。咱知耶稣伊放弃天顶的宝座，伊将超越地面的即个上帝国的福音带互人，并且耶稣即个人子嘛承受伊的使命所带来人辱痛苦。毋过最后伊的国话证明伊就是上帝。所以耶稣自称家己是人子，这互这法利赛人文士挡袂牢。哪有人会当讲家己是迄个要来的弥赛亚咧？所以因就要求耶稣搁行一个神迹来表明伊的身份。但是各位，咱想看觅，耶稣若伫即时显几下的神迹，敢就保证这个法利赛人一定会相信？无的确吧？因为耶稣知影这个人伫想啥物，耶稣知影搁较侪的神迹嘛无法度阻止因的硬心。并且，耶稣嘛，毋是为着要行神迹才来世间的，伊来是为着要传上帝国的福音。所以耶稣伫遐接续讲，恶毒奸淫的世代求神迹，除先知用那的神迹以外，无买神迹互因。这个回答甲法利赛人因的要求，敢若无啥物关系呢？因为约拿先知的年代，距离耶稣已经是700多年的时间。安尼耶稣到底用安尼一个故事，伊的意思是啥物咧？耶稣会用约拿的故事来做例。约拿是先知，但是伊毋愿意顺服上帝的呼召，伊无想要去即个以色列人的对敌尼尼微遐去传上帝审判悔改的信息。所以，伊走另外一个方向，最后伫上帝安排内面，一只大鱼将迄个互人等入海的约拿吞落去。所以，伫鱼仔腹肚内的3天3暝，约拿只好顺服。然后，约拿就去到尼尼微，无想到伊才行1天的时间，尼尼微城全城的人拢总认罪悔改。咱要安怎看即个故事咧？有的人听到安尼的故事，可能会用真侪时间伫想讲，哦，到底是倒一种鱼仔咧？遐尼大只，会当将人吞入腹。啊，约拿奈无互鱼仔的胃酸来消化掉咧？这太神奇了吧！但是这拢毋是即个神迹的重点。约拿的故事是做一个对比。约拿一个认捌上帝拯救救恩的人，竟然倒闪上帝。但是尼尼微城一群毋捌上帝外邦人，竟然伫听见审判的信息了后，就接受认罪悔改。尼尼微城全城的人悔改，
甲约拿互鱼仔吞入腹肚内闭起来，减毋是一个搁较奇妙、搁较大的神迹吗？因为咱拢知，人的心是上歹改变的啊。所以耶稣引用这个故事，就是伫责备遮的法利赛人。恁遮的法利赛人文士，恁上应该认捌上帝的人，但是竟然恁无明白真理，恁无相信上帝的话，恁敢若想要求新野来试探上帝。兄弟姊妹，这个故事，同时阵嘛在挑战咱，因为有时咱求新野发生，减会比接受上帝的话，互上帝的话改变，搁较热切的。咱对新野技术拢真好奇，所以台湾每一届有请迄个会晓医病赶鬼的牧师来举行大型的报道会时，拢爱借迄个体育场巨蛋来举行。但是教会若请牧师、老师来查经、教导圣经的时，却是小猫2-3只。但是耶稣的话提醒咱，新野毋是一个目的。新野是见证福音的一个方法。可能伫咱认捌耶稣的初期，有需要新野、目睭看会见的新野，来促进咱甲上帝的关系，互咱亲近上帝。但是咱的信心需要长大，咱爱脱离迄个食奶的阶段，咱袂当一直求新野来开阔咱的目睭。因为咱知其他的宗教，因嘛会晓行新野技术，因嘛会晓医病赶鬼，所以咱若将上帝是当作是一个敢若会晓行新野的一个神明，这就太缩小上帝的权柄，甲上帝的气力。所以当咱认捌耶稣已经有一段时间，咱就爱来思考，咱追求的是甚物？是新野？也是主耶稣伊本身嘞。当咱将眼光放伫国外耶稣，互伊进入咱的生命，耶稣要改变咱，互咱的生命换新。别人嘛会透过咱生命的展现来看见上帝奇妙的同在。譬如讲，你伫信耶稣了后，甲你真久无见面的迄个亲人朋友见面，伊会感觉讲哦，你哪有遐尼大的改变？当然是好的改变。这就是一个新野，因为咱知影要改变一个人是非常的困难。佮譬如讲，你进前拢是用一种态度，也是眼光去看代志，但是某一天你读圣经，上帝话光照你，互你知影你会当完全用耶稣的眼光，互你用完全无共款的眼光来看代志的时，你的眼光就会开阔，你的重担嘛脱离，你对人生的看法完全无共款。这敢毋是比医病赶鬼搁较奇妙吗？毋过面对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因的心情硬时，耶稣无讲我不爱甲恁讲啊。耶稣互因一个机会，耶稣佫讲，因为亲像约拿3日3暝伫大鱼的腹肚内，人子也要安尼3日3暝伫地里。耶稣继续用约拿的故事来讲伊家己伫未来会发生、会拄着的代志。耶稣知影伊未来会行往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伊用约拿伫鱼仔内3天3暝来表示伊家己的受难，并且伊会互带伫坟墓内面。毋过上大的神迹发生啊！第3天，耶稣对死过活。约拿3天了后，对鱼仔腹肚内出来，就互感觉是神迹。耶稣对死过活，带互人类救恩。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放，这岂毋是搁较奇妙吗？然后耶稣用2个对比来说明。第一个是当尼尼微人当审判的时，要甲即世代的人相甲起来，煞议因的罪，因为因对约拿所传来反悔。头拄仔我有讲，约拿即个先知，伊去到尼尼微城，伊敢若行1天的时间。规城的人拢总悔改啊！这毋捌上帝的人，因为一个小小的先知所讲的话，就知影爱悔改。所以耶稣讲，这个人有权会当指正恁这个文士、恁这个法利赛人的毋对，因为伫恁的面前所徛的是一位比约拿搁较大的伫遮呢。但是恁这个捌上帝的，竟然毋捌伊，
然后耶稣佫搬出佫较早的众人所熟的所罗门的故事。南方的女王当审判的时，要甲即世代的人三角起来，刷耳因的罪，因为伊对地的极头来，要听所罗门知识的话。所罗门是上有智慧的人，伊的名声传遍，连伫远远的所在、远远的外邦，即个48女王拢羡慕到讲来走来找伊问智慧。所以耶稣讲，连即个外邦的女王，因拢有权会当指正恁遮文士、遮法利赛人的毋对，因为恁骄傲、自认有智慧，确认徛伫恁头前，即位会当赏赐人智慧的耶稣。比所罗门佫较大的，恁一点仔反应也无。兄弟姊妹，咱敢会亲像这个文士、这法利赛人共款的？咱看的是家己，较看袂起佫活的耶稣。当然，耶稣无法度出现伫咱的面前，互咱目睭会当看见。但是，咱若谦卑，圣神会引带咱去看见耶稣。亲像伫路加福音一开始，当耶稣的老爸老母抱耶稣去圣殿，因要献祭时，有一个老人叫做西面，伊得到圣神的启示，去圣殿找耶稣。当伊看见耶稣安怎？伊讲：我会当安然过身啊！我即马死嘛无要紧啊，因为我已经伫耶稣的身上看见救恩啊！兄弟姊妹，迄当时的耶稣是一个婴仔尔呢，伊是要安怎看会出来咧？圣神的启示。当使徒行传第一位顺道的人叫做司提反，伊互石头钉到要死的时，伊举目望天，看见上帝的阳光，也看见耶稣。但是迄当时耶稣早就上天啊呢。所以教会要伫即个黑暗的世代徛在稳，咱袂当干那看重家己，咱需要看的是耶稣。但是如果咱亲像这法利赛人，因真悬的姿态来到主的面前，虽然已经甲主面对面啊，但是咱安怎看嘛看袂见，安怎听嘛听袂入心。安尼，咱犹原是同一个人，一个无改变，一个无离开罪的人。咱是要安怎伫世界做见证呢？所以这嘛是耶稣，伊毋是遐尔注重新约的原因。因为耶稣知影，医病赶鬼，敢若会当改变一个人外在的模样，互你的目睭看会见，互你会当行路，互你会当讲话。但是只有认罪悔改，才会互一个人顶头生，对内在到外在完全彻底的改变。最后，咱来看这段43节到45节，就是带7个搁较厉害鬼入来的譬喻。这个譬喻看起来敢若甲前一段求新约无啥物关系，但是耶稣较用这个譬喻，互这法利赛人搁一届思考的机会。咱拢知影，文士、法利赛人因非常注重律法，非常注重道德外在行为，因嘛真努力用这个方法来得到上帝的懊恼。但是耶稣安怎譬喻因的行为咧？耶稣讲：恁遮的宗教行为，看起来就是将一间房间变好清气，砖塔好势，外在看起来哇足水的。但是空空，因为恁无领受真理，恁无互真理带伫内面，所以实际上敢若是一个真好看的空壳。所以这个鬼互赶出去了，伊伫外面生生。伊入来，佫看，这个房间空的，并且佫变清气啊，足水的，不如我佫带我转来，并且佫带其他的同伴做伙带。哇，这个人原本内面敢若一个鬼，即马是带8个鬼。耶稣讲安尼譬喻，就是伫挑战这法利赛人，因为因敢若注重外在形式的礼仪，较看袂见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拯救已经伫耶稣的身上显明出来，但是请咱注意的是，毋是讲这个条例、规矩、律法拢无好，因为这个物件会训练咱透过顺服来看见上帝，看见上帝的公义，看见上帝的疼。
但是咱绝对毋是靠律法来得到上帝的疼，得到上帝看咱是好。但是咱看到法利赛人就是靠这来高举家己，因上认捌律法，因上会晓遵守律法。耶稣看因就好亲像是互魔鬼控制掉。毋但安尼，因嘛将即个过头的重担压伫其他的人肩胛头，想要用上帝的律法来控制人，来指责别人。耶稣形容，这就好亲像互佫较侪魔鬼来控制掉，带伫伊的内心。一个人的身躯原本对一个鬼变到有8个鬼，当然伊的境况比起头佫较惨。这个譬如，咱定定是独立来使用，咱会提醒兄弟姊妹讲，咱爱互耶稣带伫咱的内心，来掌管咱的生命。但是非常特别的是，马太将这段经文放伫耶稣赶鬼，放伫法利赛人拒绝耶稣的后面，就是耶稣伫强调，邪恶的时代、歹的时代已经开始啊。然后耶稣用尼尼微。用所罗门南方的这个女王，这个故事来加强一个语气。这个歹的时代，就是一个对耶稣无任何反应、硬心拒绝的时代。所以兄弟姊妹，咱生活伫安尼一个时代，咱会互人攻击，无一定是真正身躯互人拍，但是有当时啊，人讲的话，伊会讽刺咱的信仰，伊会挑战咱的信仰。这一点仔拢无奇怪，因为耶稣早就讲明啊。毋过，虽然这个歹的世代是咱无法度改变的，安尼咱会当做的是甚物？咱会当改变的是甚物？就是咱对真理认捌、接受的态度。当咱认捌真理，咱就知影咱是一个罪人。无论咱信久偌久，咱拢是罪人。毋过，真理会帮助咱。互咱来到主的面前，敲找主的赦免甲拯救。毋过，我相信大家拢甲我有同款的经验，就是咱认罪无偌久，咱阁转来咱家己的罪，继续犯罪，甚至有时咱会将这个理由撒互魔鬼，也是魔鬼害我的。但是今仔日的经文嘛，互咱看见，魔鬼伊嘛需要找人来做伊的工具。伊若无得到即个人来做伊的工具，伊安怎变嘛变无网，伊安怎做嘛做无任何歹代志。所以兄弟姊妹，赶鬼是无够额的，认罪嘛无够额，因为魔鬼会阁来，试探嘛伫咱想象袂到的时间来出现。但是当咱认捌真理，咱的内面会互真理充满。咱互耶稣带伫咱的内面，魔鬼就找无芳通下手，伊嘛变无网。但是上惊就是有一寡的基督徒，咱要想要保留家己的主权，咱要想要按照家己的心意在过生活，这就是将家己放伫一个上危险的位置，一个互容易受到魔鬼攻击的一个位置。所以各位，咱拢无想要生活伫一个真邪恶的时代，咱拢想要看见大个奇妙的神迹发生。但是就亲像耶稣回应这法利赛人，真正的神迹、上宝贵的神迹是上帝的救恩，是人的悔改，是人对真理渴慕的心。这三项代志，毋但互咱有一个得救的确信。并且，这三项代志嘛要帮助咱伫即个邪恶的时代过一个有见证的生活。所以兄弟姊妹，你敢有得到这三个神迹吗？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将上大的救恩赏赐互阮，互阮这卑微的人透过认罪悔改，会当超找你。主，恳求你带伫阮的中间，将你的真理充满阮。互阮有气力，会当抵挡即个世代所带来的攻击。主，虽然阮头前的路真黑暗，总是主阮无绝望，因为阮相信国外耶稣已经徛伫阮的头前。主，阮就用即个标来跑走，恳求你帮助阮兄弟姊妹，每一日过有见证的生活，
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阿门。门。